兄弟平安，咱时间到吼，咱先来祈祷。慈悲天堂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互阮自己透过阮伫教会，也是透过网络，阮会当搁一摆来查考你的话语，伫透过即个路加福音6章37节到49节，也要看见主伫即个世界所做的代志，也帮助阮来思考阮家己伫成做基督徒的这份顶悬应该爱努力的。阮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伫你手中，求主你甲阮三甲伫底，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免。好，今仔日要甲大家三甲分享的是路加福音第6章37节到49节吼。这是第6章的结束啦吼，第6章的结束。这段呢，拢总分做三个段落吼，三个段落就是伫上个骹面遮吼，都讲到论断啦吼，咧中文的翻译叫论断，然后咧讲到即个好树好果子，上落尾咧讲到地基啦吼，好，咱就来开始看对37节到42节，咧讲到即个论断，也是讲批评吼，即个经文内底，咱真熟啦，就是讲耶稣用迄个譬喻咧讲到咱时常拢看到人的目睭内底有的物件，也是讲安尼讲用中文来讲，对别人拢吹毛求疵啦吼，对家己拢轻轻放下呢吼，某种讲法叫做严以律人啦吼，宽以待己安尼吼，这是耶稣差不多伫今仔日这段经文所咧甲咱讲的吼，当然咱嘛要对即个经文的角度来做伙来看啦吼。第一个教导当然伫即内底，伊咧讲到咱莫做审判官啦吼。伊讲你毋通去判断人，也是讲论断人，英语讲 judge 吼，就是讲你莫做法官呢啦吼。咱真侪时阵真容易吼，真容易去咱咧讲第一个印象吼，看到一个人，听到一项代志，咱用第一个印象就来做一个定论吼。这时常发生伫咱的身躯边啦吼，特别是讲咱咧讲像过去咱咧讲即个做毋人，做毋人一个足重要的工作就是安怎做一项代志叫做探听，所以听到的消息会影响你的判断吼。到底要安怎伫即马咱讲网络的消息真济，有诶是真诶，有诶是假诶，有诶讲了真正确，有诶人讲诶安尼半对半毋对安尼吼。咱咧讲有当时伫即个网络的中间，拢有真济迄种置入性的行销。咱要安怎伫迄个接受着遮个资讯的中间，莫第一个就去甲做判断哦。我想即个毋是干那咧讲判断人，即含即马现代人吼，其实嘛拢真会当受着即个提醒啦吼，莫去做判官，啥物代志一来，咱就甲伊做一个判断安尼吼。第二个角度就是咧讲到爱用迄个听的精神啦，也是讲用互人的吼，互人的即个精神来甲别人相甲分享，这当然讲到听啦吼，这讲到听，这是第38节开始所咧讲的吼。39节到40节是咧讲到第三个角度的教导吼，伫即段内底吼，伊讲你毋通青梅带青梅啦吼。就是讲，伫即个角度，咱嘛会当讲到骄傲吼。当你若骄傲的时阵，你着看无家己的无够额的所在。所以，当你感觉讲你家己足有的时阵，你着去带人，就有可能会去做毋对的引带吼。所以耶稣就讲这毋通青梅带青梅吼。我捌研究着加州迄个第一间的超大型教会吼，就是咱咧讲水晶教堂。到落尾，苏勒牧师伊本身就是差不多亲像安尼吼，因为
伊是一个真贤讲道、真贤募款，真贤做教会计划训练的一个牧者，但是伊到落尾，伊追求迄个成功神学，互伊单看袂着家己的欠缺所在，所以伊当伊咧带的时阵，就带了安怎，带了带去啊，就歪去啊。我记一个咧啦，就前礼拜有2位洛杉矶的姊妹执事来咱教会了后，因就留伫遮阮就讲一下晡安尼啦我嘛摕我的册送因因为因虽然知影水晶教堂，但是因对因的历史无了解，所以我甲因伫遐有一寡对话伊伫咧问讲到底伊是安怎会安尼但是虽然对迄个教会无了解，但是差不多所有的人知影水晶教堂的人，拢知影一项代志，就是因有一个100万美金的查某变数，这个故事，这我感觉这甲这个今仔日咧讲青梅带青梅真合啦就是讲我拄则讲苏勒牧师伊真贤讲道，真贤募款。伊伫电视的讲道中间，只要募款是毋是对迄个Chicago东岸的大城市的生意人会当一届捐几百万美金，互伊去用迄个降风琴有这种才调啦有一工一个姊妹来找苏勒牧师啦，讲我听你的讲道我真感动啦咱去到这个礼拜堂遮尔迄个高尚，遮高贵着我感动要奉献100万美金啦我苏勒牧师足欢喜的呢伊就讲好你支票则摕来互我则摕来互这同工但是迄个姊妹拄甲讲一句但是呢，我有一个条件苏勒牧师甲问讲为什么？伊讲咱既然有遮尔高级的礼拜堂咱嘛得要有一个高级的女性便所，所以迄100万全部拢要用伫改革迄个女性便所啦所以100万的女生厕所就是安尼来你着知影讲，即个奉献基本上是一个错误的方向咱伫教会，咱无需要用一个3000万台票的便所嘛但是伊着坚持安尼伊是安尼，就因为牧师的教导出问题但是苏勒牧师伊毋知影所以伫青梅带青梅，毋是迄落发生伫迄个对经文无了解，通常拢是遐个认为讲我伫信仰拢足好诶，无问题，所以即个提醒嘛是对牧师足大诶提醒啦对于教会遮咧领导诶人嘛来种一个提醒我讲诶是毋是上帝要爱我讲，还是我拢讲家己诶话我想这是足重要嘛提醒咱家己做基督徒，咱着爱真谦卑去追求，咱无追求真理诶信仰，咱就无法度甲上帝行斗阵啦我想这有真济面向诶提醒啦好第4个教导就是咧讲着讲叫基督徒爱去家己检验家己啦莫干若去看着别人诶缺点，爱先去看着家己就是咧讲着你拢看别人诶目睭内底迄个幼齿你拢看袂着家己眼中诶圆仔叉遮大支你家己看袂着拢干若咧指点别人咧怪别人但是你拢无去反省咱家己这是伫即段中间所讲诶4个角度诶教导啦倒转来37节啦伊讲你莫论断啦中文讲不要判断这新诶译本这个译本也是讲咱诶台语拢讲论断啦这个是会通讲是耶稣基督真重要诶一个教导啦咱毋通用咱家己诶角度标准去判断一个人这个毋是咱诶信仰所要爱咱做诶代志啦基督徒无需要去论断别人，但是真需要用共款诶标准来反省咱家己提醒咱家己勉励咱家己因为当咱若开始要论断别人诶时阵，有一个
问题先转出来，因为咱感觉咱做了真好，咱才会开始去讲人东讲人西吼。但事实上无有人是完全的，无人是完美的吼。所以咱需要受提醒吼，圣经甲咱讲，咱莫去论断人，就袂去受着论断；莫定人的罪，就袂去互人定罪啦吼。爱饶赦人吼，亲像咱得着饶赦，这是即个主祷文，耶稣基督所甲咱教导的，敢毋是安尼吼？赦免阮的辜负，亲像安那，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吼。即句话有足侪人去解说毋对哦吼，讲甲上帝讲吼，你着爱赦免阮，因为吼，亲像阮吼，阮着安尼做啊，所以你爱学阮啊，毋是安尼吼，是咧讲着讲，阮嘛有愿意安尼决志，也是讲，阮嘛已经安尼做吼，阮嘛愿意安尼来做吼，请主来赦免咱吼，这毋是叫上帝来学咱啊，毋对吼，是咱受着即个真理的要求，受着上帝的即个律法，咱知影，咱着爱安尼赦免人，所以咱嘛因为安尼来求主的赦免吼。所以伫遮咧讲着讲，你若无论断人的时，人着袂甲你论断啦吼，袂用标准啦吼。咱若用即马你若看迄个什么政论节目来看吼，你会定定听一句话吼，叫做打脸自己啦吼。就是讲，咱真侪时阵拢咧看别人诶毋对哦，着讲别人安怎吼，结果发生代志了，事实讲诶吼，家己做了搁较差，人用共款诶标准来甲你检验，因即马咧讲叫做打脸自己吼，这就是今仔日37节所咧讲诶，你论断人，人着会甲你论断，你若无甲人论断，人就袂甲你论断吼，会用共款的标准啦吼，会迄共款的标准。所以伫37节遮伊嘛讲真清楚啦吼，所以咱莫去责怪人，咱亲像牧师时常提醒即个约翰福音第8章第1节到11节咧讲到即个犯奸淫的妇人人，耶稣就用共款的标准。恁中间若有啥物人感觉你家己无罪，你就会当点第一粒石头。吼，所以因当耶稣伫迄个所在咧写字诶时阵，伊就一个一个就离开啊，吼，就一个就离开啊，吼，为什么？因为无有人是迄个无罪啦，吼，所以一个一个就溜啊，吼，这是圣经甲咱讲吼，所以咱咧讲赦免诶时阵，其实就是咧讲互人一个后步啦，吼，留一个后步吼，咱会通看伫。伫圣经也是讲俗语话，其实拢有即种的教导吼，迄讲得饶人处且饶人啦吼，互人机会吼，莫甲人讲闲话啦吼，嘛莫安尼共论断吼，安尼时阵，即个相款的标准就要放伫咱的心上，上帝就会饶赦咱吼，因为咱有做到即个程度安尼吼，所以。即个是会通讲是耶稣的教导中间的命令啦吼，袂当无做吼，讲毋通安尼做，讲咱袂使安尼来甲人论断、甲人批判安尼吼。38节咧讲着爱互人啦吼，咱讲礼拜三的即个查经的中间，咱有咧讲着迄个题目，咱基本上无同意啦吼。当然，咱知影讲，咱对人好，对人吞忍，毋是为着要共骗吼，就是讲，咱有即个信用的角度，咱望是会通咱咧讲诶，容神益人，互人得到利益，因为安尼来荣耀上帝吼。所以伫经文路加福音的记载，伊遮咧讲，你若要互人诶吼，毋是迄个凊彩互人。吼，毋是凊彩互人，也是咱咧讲迄个奉献吼，迄个奉献。迄阵古早咧做社区诶时阵，阮有咧做迄阵伫家己啦吼，还未出国之前，伫有真侪囡仔呢，拢是若毋是单亲家庭，就是隔代教养诶囡仔，所以教会就开钱去聘迄个英语老师甲数学老师来甲因补习、课后辅导安尼吼，当然迄是免费诶，毋但安尼尔，
搁煮暗顿，请姊妹来煮暗顿互因食吼。啊，差不多10个囡仔，啊，拢煮几份，你知无？拢煮20份。啊，为什么煮20份？因为阮知影讲因兜阿嬷可能嘛无啥通啊食。啊，要安怎讲？你要安怎讲？你袂晓讲啊！我知影恁阿嬷无通啊食，啊，你客转去。哦，伊安尼做无面子。啊，我拢也开玩笑讲啊，牧师太胖了，这个剩的吼，在牧师再吃下去都会太胖了，所以你帮牧师好了，你多带一份回去安尼吼，用安尼来甲这个囡仔讲，哦，好那亲像这个圣经伫这个38节遮所咧讲的，讲你若要互人爱用十足的这个斗吼来甲伊量吼，啊伊讲毋是互量互伊尔，搁安那？搁爱甲饲、甲煎，像杂安尼吼，即个10斤当做1斤安尼互伊安尼就对啊吼。就是讲你宁可互人较济啊，所以我伫拜三尾啊用讲施比受更为有福，吼，就是共款的意思啦，就是讲咱爱会当看重咱对上帝、对耶稣基督所领受迄个呼召吼啊，咱讲多走一里路吼啊。拄加互人一寡用好诶物件，用好诶物件吼，真赞吼，讲福杯满出来啊！咱咧要求上帝，互咱福杯满出来，上款咱嘛用即个角度来互人安尼啦吼。咧即个马拉基书吼，会来这就讲吼，讲你看我试看觅我会对天顶。变福气互恁无吼？即种诶角度啦吼，是满出来吼。39节咧讲凄迷带凄迷这样代志吼。拄则牧师大概有讲着，我嘛引用即个即个水晶教堂牧师诶对奉献诶教导中间互遮姊妹有误解，所以奉献100万美金干那为着要起一个女性厕所吼。这拢是偏早去啊吼，所以这个嘛诚做咱这个每一个基督徒会提醒诚做一个带领者的一个警醒啦吼，咱着爱会通真谦卑伫主的内面去学习去带领吼，去带领去管理，因为咱是受主所交代，吼，受主的交代，管理伊的爱殿园，管理伊的教会。管理伊的团契，伊咧交伫咱的手中甚至带领即个查经分享，拢爱真负责任嘛吼，拢爱真负责任吼。我捌听有迄个姊妹咧分享啦吼，伊讲吼，讲是安那着个爱迄落注重甲先生的关系啦，我只要甲上帝关系好就好啊。因为圣经讲，你着爱安尼甲上帝有好诶关系吼。这是拢干那安那片面咧了解圣经尔。夫妇诶关系敢毋是一个甲上帝关系诶一个上顶吼？咱甲人诶关系，圣经有甲咱讲真清楚啊吼。你若无听迄个看会着诶，迄个看袂着诶上帝，你敢会听伊？这是彼得讲诶话啊吼，这足清楚诶吼，所以。咧解说圣经，也是咧分享诶时阵吼，这会误导一寡听诶会友，所以这嘛对咱来讲一个真重要诶提醒啦吼。基督徒袂当认为讲我家己就有亏力诶吼，所以拢无要紧，我着安尼带，毋是吼，咱着真正爱倒来伫迄个经文，伫迄个真理诶内底吼，咱有所领受着遮个才能吼，咱会当对遮个听吼。来做会当有反省诶能力吼，无就会即个超越过别人啦吼。学生袂会超过老师啦吼。当然先爱解说就是讲，即个教导有伊诶立场伫诶啦吼，就是讲咧讲着迄个态度顶悬诶代志吼。咱用现在诶即种教育诶角度来看。学生若超过老师是老师的荣耀啦吼，这咱知影吼。但是伫这所在，毋是咧讲你做学生吼，你永远着爱结误，袂当超过你老师，毋是安尼啦。是讲伫迄个态度顶悬，伫咱的性命的内底，伫遮咧讲的老师是啥物人？是咧讲基督，是咧讲上帝。所以咱受创造的人，永远袂当超过
创造者，这咱着较清楚啊吼。这是一个譬如的角度所以咱着爱知影伊所咧讲的。咱称做基督徒的人，袂当来超越耶稣吼。咱的老师咱的主用谦卑的态度来学习、来服侍这是真重要的吼。伫这个经文的中间，伊嘛有咧讲到讲到我拄则所咧讲的代志吼。伊讲所有的若学成不过甲老师共款吼，这就是咧讲啥物货？基督徒你若学了有成功，只不过甲基督共款啊。安尼有清楚吼，就是讲这个部分，咱做基督徒的目的，就是要来学基督的样式吼。因为伫咱圣经的角度来讲，无有人是完全的，只有基督是完全的，只有上帝是完全的，是迄个良善的。所以，这个诚做咱学习追求的目标。咱着爱谦卑顺服伫伊的面头前安尼啦吼，用耶稣基督做典范，用伊的疼来砸钱，来疼人来分人吼无去共定罪着爱赦免人吼，等等这个拢是用主耶稣做咱的标准来追求吼。41节到42节咧讲着咱咧讲这嘛倒转来第一个讲迄论断人的代志啦吼。伊讲你爱先拄去家己目睭中的圆仔叉吼，就是足大支的叉吼。因为咱通常拢伫迄个鸡卵内底咧拣骨头拢吹毛求疵拢咧人的小错误，拢无要甲放过吼。但是咱却无愿意去做自我反省检讨的代志吼。这个对做代志来讲，这是一个真重要一个原则啦吼。在伫教会内底也好，也是伫这个社会上嘛是拢共款啦吼。咱咧讲即马要选举，你就会当听着足侪吼，真趣味的迄种责怪来责怪去的代志到尾拢是共款的标准咧审核所有的人啦吼。好当然伫这中间咧讲着。这个部分就是讲，咱爱会晓去反省咱家己啦吼。所以台湾有一句俗语话讲，一支镜头指别人，4支镜头是咧指家己吼。这个嘛是真好的提醒吼。伫圣经内底嘛讲真清楚啦吼。所以伫42节的中间，伊就咧讲伪君子吼，这个中文的翻译啦吼，假好的人假冒伪善的吼，就是讲咱拢觉得讲家己拢足好的，拢无问题，所以咱拢要指责别人吼。所以耶稣用迄个擦油吼，咱定定去迄种擦房吼，来若抹无介好势，就去互穿着，迄种油有当时插地雨，你安怎夹拢夹袂着吼，特别即马目睭无好老花吼看袂着安尼吼，遐尼油的物件，咱拢去伫别人的目睭中咧共拣啊，但是咱却无去看着家己足大的一个错误吼。这是耶稣用即种两个无共款体积比例的茶伫这个所在咧讲的譬如，当然迄个目的就是咧讲着，莫去论断批评人吼，咱着爱有反省的一个态度吼。这是漫画吼，画了真迄个趣味就是咧形容这段的啦吼。这咱这个医生就是咱咧讲，咱敢若咧做医生安尼吼无看着家己有问题拢看着别人内底有病安尼吼，对，这真趣味啦吼。好所以这个是一个真幽默甲强烈的对比，但是是一个真严肃的教导啦吼，就是讲咱袂当亲像法利赛人，永远是拢咧指责别人、陪伴别人吼。当然有当时咱用法利赛这个词嘛要作细致呢，你莫好用这个词吼，随便套伫人的顶悬基本上咱就是咧做。论断人敢若搁用圣经迄个法利赛共戴帽子吼，这搁较凄惨吼。所以这咱若咧彼此咧勉强的时阵分享的时阵，咱这个真细致吼，这真细致。毋茫咱会通亲像安尼来互相提醒啦吼。好，
伫这内底，咱有几个问题，就是讲自以为意啦，足骄傲吼，掠做家己做了真好吼，啊，所以着爱真爱扮演着这个审判官，啊，讲法官的角色啦吼。我拄则讲，当咱开始咧批判人的时阵，咱感觉讲咱做了足好诶，吼。当咱咧批判人的时阵吼，咱会安尼吼。事实上，当咱若亲像耶稣伫约翰福音第8章所咧讲，恁中间若人看家己若拢无做诶时阵，你着会当踮地咧石头。当咱先看家己诶时，咱着会知影讲咱目睭是一支柴花伫遐吼，所以咱爱真细致吼，这个部分吼。耶稣伫这个所在啊，劝勉咱着爱真诚心来互人吼。咱真侪时阵听着一寡人就是讲，讲你看拢是我咧做吼，其实服侍足好，咱嘛足需要人服侍。但是咱当服侍了，咱讲吼，拢是我咧做吼，拢是我咧做。另外一句话是无讲诶，叫做啥？恁拢无咧做，这就是咧论断人啊吼。你若知影别人拢无咧做，吼，这真细致啦吼，真细致吼。所以当咱若是甘心乐意来互上帝，甘心乐意来服侍互人诶时阵，咱就袂可以讲拢是我咧做，对不对？因为咱知影上帝欢喜接纳啊，吼，所以咱就袂去落入即个论断迄个部分，吼，所以爱无求回报啦，咱前边有讲着吼，所以这嘛是一个真正奉献的精神啦，吼，无论做啥物诶，拢爱抱着完全奉献的即个心态来做，吼。歌罗西书第3章23到25节底讲，无论做啥物，拢是亲像为主做，吼，毋是为着人做，吼。对人做诶嘛是为着主做，有即种诶心态，咱诶服侍着拢会真好。咱搁讲倒转来马代甲马利亚啦，吼。耶稣从来毋捌讲马代会做诶代志毋对，但是伊诶心态有问题，吼。马代就是亲像拄则牧师所咧讲即个，等一下吼。马代就是伊讲即句话，你会记得无？拢我咧无闲，阮小妹坐伫你诶头前，有无？这就是伊讲诶话啦，吼。所以耶稣基督是望咱爱有马代诶服侍，佮有玛利亚诶心志，追求迄个上好诶。上好是啥？天顶诶报赏，吼，敢毋是安尼？这就真清楚啊，吼。所以咱爱安尼佮亲像主安尼无偏袒人，吼，用安尼诶即个态度，所以嘛是伫即个中间，咱也看着讲，着爱有谦卑受教诶心啦，吼。当咱有谦卑受教诶心，咱着袂做迄个痴迷带痴迷诶人。当咱愿意谦卑受教诶时阵，咱会感觉讲，我是足欠缺，我内底空空，所以我需要主来帮助我，吼。安尼就足清楚啊啦，吼。所以咱知影，咱要爱做基督徒，咱诶目的目标就是要来学习耶稣基督。所以伫咧讲，你袂当比先生较悬啦，吼。讲即个唯一的良善、唯一的完全是耶稣基督，所以咱照即个标准伫学习，吼。咱袂超越上帝，袂当家己做上帝，吼。亚当，我时常爱用伊来提醒家己，吼。亚当，上帝交代伊唯一会改变，伊就做袂到，因为伊掠做讲，我伫遮上大呢，无人管我会调。当上帝行伫爱甸园诶时，伊就着惊吼，露出马脚吼。袂当超越上帝做家己去做上帝吼，所以爱常常自我反省吼，常常自我反省，莫叫人反省，咱叫家己反省就好啊吼。时常听人讲吼，牧师你今仔讲道足好诶吼，我足惊听即句话啊。听即句话吼，内底吼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讲吼，其实我无啥物注意听啦，着甲你学落者安尼尔啦。这第一个。第二个吼，就是伊会甲你学落是一种表面的诶，毋是讲真好诶吼。第三个我上惊是安怎？牧师你今仔讲真好吼，足可惜啥物人无来。咱听讲道拢退咧别人听，毋是为着家己听诶啦吼。
咱若会准会当伫听着讲道、听着即个分享的中间得到帮助，会当反省咱家己，也是讲伫普通生活的中间去实践的时阵，迄比你甲牧师讲，牧师你讲得真好吼，牧师会较欢喜，吼，安尼真正会得到帮助安尼吼。好，雅各书第1章22节到25节讲，恁应该做行道理的人，毋通干那做听道理的人。吼，家己骗家己安尼吼，所以人若只有做家己，干那做会听道理，无做行道理的，好哪亲像一个人照镜，看家己本来的面貌，迄个离开了，马上袂记得家己生做啥物款吼。只有详细看迄个互家己即个互人自由的全备的律法，并且时常遵守的人，伊毋是听的都袂记哩啊，是爱去实践出来吼。这我想伫这经文内底讲啊真清楚啦吼，所以咱必须爱常常反省。咱前礼拜拄修圣餐过，咱逐摆拢讲迄个话，恁逐摆食，逐摆啉。就惊安尼来纪念我，所以迄是一个反省的机会，佮定头来去看咱所行、所讲、所做，是毋是有下伫上帝的旨意？OK， 过来43节到45节，咱会先看2节啦吼，43到45，伊咧讲用着即个树用刺皮甲葡萄即个。刺梨甲即个无花果拢是灌木类吼，无共款科的耶稣放做伙吼，你会发现讲，耶稣足有各方面吼尝试吼，伊咧讲的譬如是拢足有迄种逻辑的物件吼，这是路加咧写作的一个真趣味的方式，伊嘛用即个交叉式的咧强调内在甲外在的一致性吼。伊咧强调即种物件好。第43节咧讲着好树袂当结歹果子，歹树袂当结好果子吼。我先爱说明就是讲，这是伫2000几年前耶稣伫当时的农业的即个基础的角度咧讲即项代志。现在你有可能甲我讲牧师袂呢，咱即马吼嘛会当改良呢吼，嘛会当插话呢，这拢无问题吼。但是咱来倒转来讲，耶稣所咧讲是一个咱咧讲的自然得的代志，自然得的代志。即丛树你若歹，伊当然是歹，伊袂当结好的果子。你必须爱去甲伊做修整，去甲做剪花。去甲松土，爱甲肥，等等，才会你爱去改变伊的生命状况，伊才有法度结好的果子吼。这是咱讲伫自然的状态内底吼。当然，咱知影讲即马嘛有迄种高阶梨啦，嘛有迄种无共款的即个基因改良的，这是拢现代科技吼。咱用即个基础来看，是讲一个自然得。耶稣咧讲的一个普遍的定律啦吼，所以好树袂结歹果子，歹树袂结好果子，这是一个真自然。好哪亲像咱台湾话讲安那，讲你种菜瓜就得菜瓜，另外一种较趣味的讲法讲安那。人若咧说种卜生菜瓜，咱知讲着无可能，就是意思就是讲，你着歹运到吼，无可能嘛发生安尼，迄是种的形容。这是伫迄个自然状态中间，咱用自然来形容咱现在的现状哦。这咱必须爱说明的代志啦吼。所以耶稣一贯拢真爱用当初时人所会当了解的代志，比如讲你讲刺梨甲即个刺皮，也是讲即个葡萄即个譬如伊着拢真清楚吼，拢真清楚刺梨甲即个无花果啦，歹势吼即个伊拢用即个因当初是周边的物件因会当了解吼，亲像饲羊因嘛拢知影吼，即个真简单的譬如吼，比如讲耶稣捌讲着路加福音15章，咱到15章的时阵，咱会去讲着啦吼。
耶稣是安怎讲？有一个妇人人碰见2个钱仔，伊找袂着。当初是人绝对会当了解，但是咱袂当了解。咱即马钱6件吼，家老咧捡做介简单啊吼。但是当初时诶涂骹，毋是像咱即马咧磨石搭地砖诶，毋是诶。古早时诶，若较好是石头啊，石头拢有芳呢。石头嘛是安尼，毋是平平，是安尼刺苍苍安尼，佫有胶吼。所以你钱落落吼，你足歹找啊吼。当初时诶人一听着拢足了解吼。咱讲到15章诶时，咱则过来讲啊吼。嘿，好，所以照着今仔日诶经文所咧甲咱讲，看到果子，咱就知影讲即丛树是好也歹，吼。这是耶稣譬如诶重点，吼，43、44所咧讲就是安尼。所以，这好若亲像新诶诫命。耶稣讲第2个也3亲像，恁着爱听厝边亲像家己。恁若彼此相听呐，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诶学生吼。恁若彼此相听，叫做果子啦。众人着要安尼知，迄个看诶人，着要知影讲你诶果子是迄丛耶稣基督啦。安尼清楚啊嘛吼。所以耶稣所咧讲诶是即个部分吼，即个部分43节甲44节，伊所咧甲咱教示诶吼。所以伊意思是讲，你毋好去亲像迄个法利赛人用激诶啦，激甲讲互人穿甲足水诶，穿安尼伫咧路中，伫遐加祈祷讲好，你人即足敬虔诶啦，安怎安尼啦吼，嘿，最近有时间会听一寡政论节目啦吼，听讲有某一个党诶人去找某一个有可能诶候选人，甲讲吼，我是基督徒，所以带伊祈祷安尼吼。我足无爱即种诶做法啦吼。你甲迄个基督徒囥伫咧喙啊吼，用安尼来去安尼，你会互感觉讲，你信诶，甲我信诶，咱会无啥共款安尼吼。嘿，咱会当为着人祝福，拢无问题吼。就算伊是拜妈祖、拜其他诶宗教，你拢会当来为伊祝福。但是你袂当因为讲我是基督徒，我为你祈祷，你著咧听我诶，这有问题吼，这有问题吼。所以咱要安怎伫迄个生活、生命中间诶展现，互人去看着讲我所追求即个信仰耶稣基督是一个好树。耶稣讲我就是葡萄树，吼，所以爱结好诶果子，这非常重要伫咱诶生命中间拄则牧师有讲现代农业，这无共款吼，当然有科技吼。最主要是咧讲着良善诶人诶心中会发出良善，就是对外表讲对内在啦吼，就是意思就是讲一个好诶基督徒必须爱你诶心甲你活出来爱相款啦，吼，你迄个结诶果子叫做良善的果子啦吼，代表你诶内底，你所来诶来源是虾米货，这着足清楚诶吼。所以毋通去做一个假善诶人你爱做一个怎讲无心机诶人吼，讲话真诚实、真诚恳吼，这就是耶稣时常爱用诶即个譬如诶结果啦吼。所以互咱对迄个生活中诶实例来去听见。咱所要传讲诶教是耶稣所咧讲诶吼，亲像咱教会即个定诶瓦路诶即丛山仔丛吼，因为听讲2年外前去测一个了后，旧年敢若拢总生10几粒尔，就表示咱看着伊诶结果诶情形，就知影伊迄阵诶生命状况无好。今年呢？今年听讲即个咱诶即个团购吼，伫咱诶收诶山仔青，咱真济同工做伙来用嘛卖足济吼。牧师敢若去斗加几若100粒落来吼。所以咱会当讲今年即丛真用。我想今仔日耶稣咧讲即个譬如，就是咧讲即个物件。咱要安怎活出迄个水诶果子，互看伊讲
这个人的信仰真勇，真信耶稣基督。信仰的实践非常重要，信仰实践非常重要。信仰毋是咧囥伫喙边咧讲安尼尔吼，你要安怎去甲伊做出来这个每一个人拢需要受警醒提醒咱真正爱努力来做啦来努力来做牧师就爱请兄弟姊妹养成迄个读经祈祷的习惯因为安尼，所以我就开始家己逐工读圣经。我讲嘛你无够，所以我逐工写。尾有长辈甲我讲，牧师迄伤细，我拢看无好，我就逐工录。我毋茫讲用安尼来勉励兄弟姊妹，讲读经无休困诶，亲像牧师毋是5月17甲少年大学去日本5工吗？我知影去网络袂稳定，所以我就进前一礼拜，我一工就写2篇，录2篇，就先用好势。我茫要表达的是讲，甲上帝关系无休假。我嘛会当讲我著出国无用我网络无好，无即5工休困好啊。我想兄弟姊妹嘛会谅解，但是我茫会当安尼做，加用一寡时间，就是讲要茫用一真实际的方式来鼓励兄弟姊妹会当照安尼来行这是咱家己爱做的一寡用自我的要求啦所以耶稣用树甲果子的即个结果来去甲大家三角来分享，就是茫咱对安尼来去知影，咱的生活必须爱表现出咱是受属伫即个基督的好树啦爱用迄个果子啦所以拄则我已经讲着迄个新的改变恁若彼此相听，众人就要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这就是迄丛树迄丛树。所以安尼耶稣讲的真清楚咱爱活出迄个好的果子讲莫讲用话啦，莫讲论断啦，莫讲批判啦若是无好的果子，无好的话，就安那会受剪除。无搁再甲主结连这我想这个教导真清楚。上路话46节到49节咧讲到地基咱这个比如真实啦我用这首歌那聪明的人把房子盖起来，那聪明人把房子盖起来，那聪明人把房子盖起来，盖在坚固磐石上，然后。雨水下降，河水上涨；雨水下降，河水上涨。我想这首歌咱真熟，自细汉就定定咧唱这句话这首歌的歌词就是这段经文出来聪明的人会甲厝起伫迄个坚固的这个地基顶悬咱教会要建堂咱就伫河边咧咱要怎甲地基做好势。这嘛是咱的考验这段经文嘛会当做咱的建堂中间的提醒甲帮助啦所以耶稣定定用真简单的比喻来甲咱教导倒转来这个啦就是讲聪明的人甲愚戆的人耶稣会安尼比喻，其实伫当初时。伊周边的人听起来因会足清楚你知影伫犹太地是一个地中海地形，而且伊阁是拢沙漠风暴，所以介少落雨旧年差不多11月迄个时阵，加州开始落大雨加州差不多甲犹太地拢足类似啦11月迄阵甲5月迄个时阵会落大雨一落大雨遐就会土石流，普隆西也无落雨牧师住伫遐12冬外大概有约略差5冬，会当讲是完全无落雨欠水欠啊足严重的但是一旦亲像今仔日安尼落雨就马上有迄个土石流，是安那你知无？因为伊的土伤干，拢山坡，水大量落来了袂有法度吸入去，就冲洗表面
马上就洗刷了。所以咱若看这个即马文无安尼讲，那愚笨的人把房子盖起来，盖在松土上的咧讲这，当雨一落来的时阵吼，就出去啊，就倒去啊。所以当这时因的人就足会通了解，所以因咧起厝就爱起迄个伫迄个顶下骹吼有迄个石盘顶悬。这也为什么耶稣会甲学生讲，甲彼得讲，我的教会要起着伫迄个石盘顶，这是另外一个意思，是一个稳固的。啊，这个石盘是啥物的？这个石盘绝对毋是彼得啦。这个石盘是彼得所告别迄个信仰，你就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囝。这个稳固的基础是袂摇动的吼。啊，这题外话啦吼。咱若佮讲到迄段的经文的时，咱再佮来解说啦吼。OK， 伫即个所在，耶稣讲：恁是安怎称呼我主啊主啊，却无要遵行我所吩咐的道理吼。伫咱头前段也有讲到即个部分吼。袂当干那安尼讲尔，啊无听道，啊无要去行道理吼。所以牧师捌甲咱讲过，讲我足爱台语，台语咧翻译迄个英语叫做 obey 吼。咱台语翻译是两字叫做听叹啦，听甲叹是两个吼。听叹是安那有去做的意思吼。台语这个翻译我感觉真水啦吼。所以伫这所在，耶稣嘛伫遐讲，你毋通干伫遐祈祷讲主啊主啊主啊吼，毋是安尼吼。你着爱去行道理，比你伫遐祈祷喊讲主啊主啊较有效吼。所以咱着爱伫生活中间来遵行上帝的旨意，因为主祷文甲咱讲，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呢，亲像天日，你的国降临，吼。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得成，得成的意思是安怎？亲像耶稣所咧讲，我来毋是要废除律法，是要来成全律法。得成就是有人去遵行。法律毋是要互咱参考用的，法律是要互咱去实践吼。所以厝要安怎去起伫迄个坚固的石盘顶悬，吼，毋是起伫迄个沙坡顶悬。称呼就是讲啊，干那用嘴讲主啊主啊，却毋是去实践活出迄个改变。所以咱若无遵行的时阵，咱就无甲上帝行做伙。耶稣伫约翰福音14章讲真少，我就是真理，吼，道路是真理，是活命。你着爱用真理的教导行伫迄个道路顶悬。你才会当去得到迄个活命，所以你若无头前无追求真理，无行伫迄个道路，你就无法度得到后壁迄个永生的活命，这足清楚的吼。这礼拜牧师也去讲到，耶稣咧讲，信约翰福音3章吼，圣经所讲。咱既然相信的人，就会当得到永生的活命吼。所以信耶稣得永生，我会用即句来甲咱三甲分享吼。伫做即个讲道中间吼，咱会当搁一解来思考啦吼。所以耶稣基督伊真强调迄种听搁有实践能力的人吼，即个人的信仰，迄个厝才是起伫坚固着顶悬的。所以意思是讲，一个人的信仰必须要实践的，有实践迄个信仰，就是迄个石盘啦。所以耶稣伫即所在，伊吩咐啊，伊讲恁却无要遵行我的吩咐。马太福音28章，耶稣讲真清楚啊，恁着爱去，互全部的人来伫爸囝圣神的名来受洗归伫我，佮甲我所有的教师来甲因教。足清楚嘛吼，所以毋通耶稣嘛讲我毋通掠做讲我要来废除摩西律法，伊要来是要来成全，成全伫英语翻译做 fulfill 吼，迄个 fulfill 就是甲伊充满，要安怎充满？你着爱养水来甲伊充满，意思就是迄个实践，就是爱去行爱去行道理吼。所以耶稣毋是要来废除，是要来成全要来成全。
所以咱爱实践，这是耶稣讲真清楚的吼。47节讲吼，每一个人拢爱伫我的面头前听我的话，然后去行。我要指示恁吼，伊是亲像什么款的人？所以耶稣直接讲真清楚，就是讲，伫信仰的角度来讲，行道理比你听足侪道理、讲足侪道理，拢搁较重要，拢搁较重要。所以伫咱咧讲到即个箴言的中间，也咧讲到讲，耶稣爱咱对伊的骹步去行，爱照伊的方式去传道理，爱照伊所做的去听人吼，来施比受更有福，去看到人的需要吼。所以伊讲，我要指示恁的代志，恁着爱去行啦吼，恁着爱去行吼。当然伫这段中间，伊用迄个起处的譬如来讲，你有实践能力的人，你就好像亲像迄个厝，去伫迄个石盘有稳固的基础顶悬，较袂亲像讲，亲像犹太地安尼大雨一来就安尼土石流吼，落雨尾流就冲去安尼吼，毁坏甲真严重啦吼，毁坏甲真严重。所以咱爱伫即个信仰的中间去追求迄个真重要的实践能力，这是耶稣基督所来甲咱讲的吼。听道理无够吼，我常常爱讲，过去宣教师一直招人来听道理，伊感觉有人来听足欢喜的吼，但是这还佫无够吼。我19年去马约翰牧师带一群台湾的少年牧师去美国，我对加州去甲因会合，去甲因做翻译，去甲因做伙灵修的中间，真趣味是，即马美国长老教会这同工甲阮讲吼，阮对恁真歹势，阮的宣教师教了无够好，伊咧讲的是这，佮有一寡无介好的即个教导吼，无我想信仰是安尼啦，就是讲咱爱时常落去检讨、去修正吼。咱嘛袂当讲过去的宣教师无好啦，就讲因对来到一个无共款的文化语言的所在，其实对因来讲嘛是有限吼。咱若无因吼，今仔日咱无法度坐伫遮来读圣经，敢毋是安尼吼？咱就是心存感谢啦吼。但是伫这中间，嘛是爱去思考，就是讲基督徒真正吼听无够额，咱着爱起厝，起厝是一个动词，佮爱伫迄个地基顶悬，即个地基就是因为咱听道理佮去行吼，这个足重要吼，爱用心啦吼，爱去遵行，爱去用心吼，所以实践吼，伫遮一直强调实践安尼吼。这个咱也望咱伫这个信仰的追求的中间，咱毋免坐，咱每一摆来实践一个教导，咱会当甲执行互好势，安尼咱就有真有帮助，咱就真有进步吼。我时常古早咧教音乐的时阵，特别咧带迄个社区的合唱团的时阵，我拢爱甲因讲，你毋免烦恼，音乐只有7个音，你着慢慢学，慢慢学。讲很多什么记号，我讲那个再说，你会晓7个音，就对啊，这基础嘛，吼，共款，咱着伫信仰的教导中间，足济，敢若一项，一届学一项，一届进步一项，咱无偌久，咱会进步足济啦吼，实践较重要，毋免学真济吼，毋免学真济吼，所以。当耶稣咧讲到即个概念的时阵，当初时的人拢感觉真奇怪，你毋知影为虾米？你知影？犹太人吼，无啥咧讲到实践即个教导。犹太人足强调的是安那？背圣经，背先知书，特别是爱背诫命。是名是讲啥？你着爱甲迄个诫命放伫你的头壳顶悬。放伫手顶，放伫门边，所以你出入的时阵拢会看会到，爱着背一届有无？因足爱背，但是因足无咧强调实践。但是耶稣的教导是非常强调实践，所以因感觉足着惊，哪有即种的教导吼？这是当初是因的反应是安尼啦吼。
所以迄个地基也互咱看真清楚，就是讲咱着爱照着即个稳固的地基去实践。解决总长老教会的教义也是讲基础真追求基座伫圣经的基础顶悬，但是敢若读圣经无够，敢若读圣经无够，咱爱会当超越才会来实践，来证实讲，咱就是属主的，是即个好树顶悬的好果子，所以咱来好好建立啦，所以咱爱实践，爱实践。对是当体是来讲是一个专心的概念，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咱真正是爱受到激励爱时常来受提醒。比如讲，我捌听着人安尼讲啊，讲比如讲伫教会内底有一群人咧聚会，但是有可能拄着落大雨，教会淹大水，你有一群人来伫遐，欢喜伫遐咧拼涂骹，伫遐咧拼水。但迄群人因单坐伫遐聚会，因讲阮咧追求迄个上好诶福分，所以阮继续聚会，恁去无用就好啊。我想安尼毋是啊，毋是信仰应该爱做诶吼。信仰诶要件当然追求信仰，追求真理足重要。但是当大家有咧需要诶时阵，去看着大家需要，做伙来帮助，做伙来服侍教会，做伙来服侍上帝。嘛是搁较重要我想这个咱时常爱被提醒啦有当时咱做了无够无要紧，但是咱爱一摆比一摆较进步咱若无安尼时，咱就亲像遐经学书，干那通背圣经，囝法利赛人干那通指责别人只有听，只有批评，无性命这毋是咱的信仰啦所以咱着爱来实践咱爱实践，爱甲人有好的关系基督徒袂当讲，互人批评讲恁基督徒也是这样子而已啦无偌久进前新闻就报出大边啊，就有迄个艺人呢团契教会因就出一寡问题就一寡无信主的朋友嘛讲你嘛拢安尼我想这就是无好的一个见证所以咱爱有好的见证会通证明讲咱是一个好的信仰、好的群体，是属于基督的啦你若无伫迄个好的基础顶悬这厝就会倒去啊。比如讲，我拄则讲迄个咧，有一群人就讲，阮足重要的代志就是组织聚会无论教会发生啥物代志，阮拢袂当离开这聚会。那安尼教会敢会当合一？袂啊，会分离这个厝，这个信仰的厝，就会去拆离，就会倒去所以，咱着爱有迄种讲相称相称。咱得到福分，嘛爱受到呼召，这是相称的这是相称的。咱得到上帝的祝福，咱嘛爱去甲人分享，这嘛相称的。咱得到权利，嘛着爱有责任，这嘛是相称的咱要受呼召来成做服侍者，咱嘛爱受教导，这嘛相称的你这缺一拢不可啦缺一拢不可。所以咱有真侪物件会当去做受提醒来思考所以爱有好的这个生命的见证爱热心传福音爱热心传福音每一个人无传福音，拢毋是基督徒所以做基督徒爱有使命爱诚做使徒这牧师定定甲咱提醒啦著爱家己、爱亲人、爱其他的人，表示咱爱主爱家己足爱己爱家己足重要，袂当讲主叫阮著爱牺牲疼人，无耶稣互咱的教示人。